英国甲李登辉伫政坛背书背景关系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却因为台湾省政府去向党性拍卖关系，宋楚瑜在今下晡也去到灵堂，去互问到20年前的代志，敢会感觉遗憾呢？宋楚瑜刚才表示讲，感谢甲李前总统做伙行过对威权到民主的时代。 前总统李登辉已逝中时，社会各界拢表达哀悼。30日下晡，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亲身行脚到去台北英总的灵堂致哀。宋楚瑜受起迄段李前总统指派伊伫咧台湾省政府期间替省民服务的日子，讲到喉哪甜，佮用台语说出伊对李前总统的感谢。一步一脚印的为咱的乡亲来服务。 我没有忘记李总统对我的嘱咐，我很珍惜李总统给我这个机会，来帮台湾老百姓好好的做事情。我很感念李总统给我这个机会。 李登辉和宋楚瑜的感情，捌去互外界形容讲，就那亲像是爸仔囝同款。不过，伫咧1999年，李登辉煞动性了后，两个人的关系转分裂。这20年来的往来也一直受到关注。去互问到是毋是对李前总统也阁有遗憾，宋楚瑜只简单讲多谢，强调两个人是做伙对威权行来到民主。我们共同所追求的台湾民主的价值，从威权体制转型到开放的民主，我们都直接的。 走入基层，一步一脚印的替乡亲好好的服务。谢谢大家，谢谢。那前台北市长黄大洲也是李登辉学校的校友，受到李登辉的启明，建立民主的思想和台湾主体意识。黄大洲也说出对李登辉诚深的多谢。李前总统对国家、对民主制度、对台北市、对台湾的贡献，我想我这里。 我就不要一一地追思，所以我那年特别来这里向他表示我们的怀念。为着让国人对此怀念李登辉，总统蔡英文指示就爱伫咧台北宾馆设对此的会场，民众会当伫咧8月初1到8月16去现场悼念这位民主神师。记者阿敏、金庭、水林、昆平台北报道。